继续来关心90年来上强的气旋，即嘛是升腾法国的伫印度洋海外的属地，或者马约特岛。目前伤亡是真严重。当局的省长表示，目前死亡的人数可能有甲几啊百个人，甚至是上千人。法国总统马克宏讲，已经有动员派人去斗相共啊。 气旋奇多伫咧定量时阵，阵风超过1点钟225公里，还佫落大雨，规社区会扫做遍地，死伤真惨重。经过评估，情形佫较惨重。C'est extrêmement difficile à dire. Je pense qu'il y aura certainement plusieurs centaines. Peut-être approcherons-nous le millier, voire quelques milliers. Que la tradition musulmane, c'est d'enterrer les personnes dans les 24 heures. Il sera très difficile d'avoir un bilan. 奇多扫过法国伫咧印度洋的海外属地马约特岛，岛上差不多30万的居民，大部分拢住伫咧铁皮厝，几多万人无家可归，无水无电。法国当局已经派一台军用运输机去救援。代理内政部长霍塔尤伊讲，所有简单起的厝拢已经倒去，死亡人数可能会真悬。 C'est une situation vraiment exceptionnelle. Depuis 1934, il n'y avait pas eu à Mayotte un tel événement climatique qui. 总统马克宏伫咧访问科西嘉甲教宗方济各见面的时阵讲，法国会陪马约特的百姓渡过难关。顶礼拜5、13，拄则上任的前总理白狐以1点钟做单位听上新的情形，并且调开紧急会议。奇多气旋怎么是向内陆的方向刷震动？边岸南普拉省已经开始落大雨，虽然有侧风。 会小可较细，不过马拉维南部一个较远的瓦郡的圣巴辉，也有可能会落大雨、做大水。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。